标示最重要。那所以标示嘛，标示最重要。说你用的是哪里的猪肉？我还是一句话，标示最重要。我知道标示很重要。我说你有没有这个决心？来，请问一下这个莱猪的这个事情这个我们陈部长说嘛为了国际地位啊，我们要吃这个莱猪那教育部，您知道教育部有要求学校营养午餐用国产猪了？部长不用看题目，我问你就好了。对啊，学生的营养午餐要用国产的嘛那国防部也有规定，国军的团膳也要嘛那体育署也说国训中心只采购国产猪肉。那我们内政部也有很多单位啊，警政署啊、消防署啊，很多地方都有员工餐厅啊。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宣示一下？不是这个，我们让这一些餐厅的，因为有一些外包，让他们自己去填，但是标示是最重要。你的立场是不是只要用国产猪肉？标示标示是最重要，标示才是重点。对，那你会要求像那个教育部就是要求，因为教育部它对儿童营养午餐是针对国中小嘛，对，他也没有要求高中大学。对，好，他针对国小。那我们内政部没有国中小啊。没有，所以你的意思是教育部只关心国中小？不是这样子讲，不能说只关心。你不用管到教育部啦，我先问你就好。你管内政部。我们的这一部分，你关不关心我们警政署？标示最重要。那所以标示嘛，标示最重要。说你用的是哪里的猪肉？对。标示院长已经说了，我问的是警政署跟消防署有一些员工餐厅啊，就是要标示，一定要标示出来。那你有没有要规定一定要用？这个就我们规定一定要标示。要标示，但是如果他采用美国猪也可以就。这个你标示清楚，然后我们可以用吗？我们所有的都自动会去选择嘛。不是自动标示。因为你会要招标啊什么，你会。我还是一句话，标示最重要。我知道标示很重要，我说你有没有这个决心？不是决心，国防部都宣示了。你这个东西我们要按照整个政策，标示是最重要的。标示一定标示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一关过了，没问题 ，OK， 那就 OK 了。标示以后，如果这个餐厅决定采用美国猪，那我们的你有没有问题？你有没有问题？我们的员工，内政的大家长自己要抉择了，自己要抉择。所以你不会规定就对了。你是说你不规定，让员工自己抉择？标示一定要清楚。标示清楚没问题，你这个不用跳针一直回答。我的意思说，跳针啊！来，我指的问题是你要单位标示个跳。没有，那你的是国防部。不会失掉。国防部也说国军团膳要这样子，已经宣示哦，教育部也宣示哦，体育署也宣示啊。我是要听一下我们内政部的大家长有没有这样的宣示。我的宣示就已经刚刚讲了嘛，就是标示。那要不要？好，你的宣示就是。好，来，标示最重要。那要不要吃国产猪还是莱猪还是美国猪？标示清楚。标示清楚，让那个里面的员工餐厅自己选择了。对。那你不会去强迫了你也。这警政，那你也不会去管了你不管这事就对了。不是不会去管，我当然要管，你管那个标示要清楚。你只管标示，不是你管，标示是那个别的单位管的，所以反正你的意思说你没有立场。我们一定要标示清楚了。标示清楚，但是不一定要只吃台湾猪了。这个让我们办这些团膳的人自己去抉择让那个业者自己抉择啦，你不会强制使用了OK， 我们问清楚就好，知道你的立场就好了好，谢谢。